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怡群阿群妹。好，也一礼拜好，天时虽然冻热吼，不过啊，过去当中以后就会慢慢风落的一层太热，虽然也异动态，不过落过一过后吼，天时就会变到较凉一些些嘞。故说啊，阿群妹第二篇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间要记得带扎的，啊，只身体的时间还是冻热，故说大家听聪明要做好防晒哦。好，看到阿群妹爱就伫阿群妹爱拜三，就会同大家来分享。当神奇又当好搞好料的法通，阿群妹爱伫拜二的时间有起的一张法通。这张法通当天片，阿群妹爱看得到这间一定好的数的做的家器，韩国啊也着家器啊，全部就係伫花莲的玉东国中，也着小朋友佢也着自家做的国中生自家来做数的家器哦。今日要同大家来分享佢也着的法通，韓國小姐佢也着的故事，細細格格來分享。你今日節目第一位來賓係先生王嘉娜，王先生分享。大家好，我是花莲玉東國中木工專班的老師。好，歡迎王先生來到你節目現場。好，接下來還有兩個後生的哦，是我們的義全，歡迎義全分享。大家好，我是花蓮縣玉東國中葉義全。歡迎哈，韓國接下來係一張細妹哦，歡迎佩蓮，歡迎。大家好，我是花蓮縣玉東國中盧佩蓮。好，分享3V 来到 Annie 节目現場，歡迎你們來。那其實我這一次去看展覽的時候啊，我看到展覽的名稱覺得很特別，對，叫做玉東卡本特。到底卡本特是什麼意思啊？卡本特是一個很會做木工的小孩，技藝超群這樣。那我們就看到這些孩子，他們從不會一直到學會，然後慢慢的到熟練，時間雖然很短。也覺得說這些孩子的技術非常的好，所以叫卡本特，叫玉東的卡本特。玉東的卡本特，玉東的 carpenter 是一個英文字，對不對？非常會做木工的小孩。對，而且我們去到展覽的現場，就會看到吼，所有的家具全部就那個質感不是一般在家具店看到的那種質感，是可能阿群妹我現在買不起的那種家具的質感，因為它非常非常的溫潤，手感非常的舒服。我真的覺得這個展覽，阿 Q 妹真嘅愛推薦本台噶。鼓手現在趕快來跟大家說一下這一次展覽的展期跟時間。這次的展期是在7月2號，就是已經前幾天一直到7月10號，總共有9天的時間。9天的時間，這些孩子就把他們這一年來累積的作品，在華山文創的鍋爐室。在這個地方做展出，跟所有北部這邊的民眾分享。對，一個非常有文青氣息的地方，在華山做展出。對，其實，在華山的展覽已經好多年了，對不對？對，那今年這一次有特別定什麼主題嗎？我們的主題就是幸福與感恩吶。幸福與感恩，一個漂亮的家具哦，就是讓孩子們聯想到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對。那感恩的話呢，我們就在木工班在成立一直到中期的時候，其實非常的艱困，沒有經費可以去讓孩子能夠做這樣的學習，然後還好是有一群熱心的朋友在後面默默的幫助我們，所以這當孩子能夠做到，已經到第9年了，那我們是希望孩子再回過頭來，必須去學習那些幫助我們的人，要學會感恩，然後要感恩所有曾經幫助過我們的，感恩社會上有很多默默奉獻的人。對，而且我覺得這群孩子很不一樣，都冇窮用，這麼跟我按你講，因為我去到現場的世界啦，一般上到公的小朋友，很多青少年的小朋友，可能他們不是很喜歡跟人家接觸，可能比較喜歡跟同學在一起，但是這群小朋友不一樣。他們對我們好熱情哦，就是說來，看到家具都可以試做一下，那個熱情的程度是我很久沒有接觸到的，是不是？義全，你可以簡單跟大家示範一下，假設今天有人去到你們的展場參觀你們的作品，你會怎麼樣的介紹嗎？就以這個小圓凳來說，你會怎麼介紹？介紹，然後這都可以試做，這是用加拿大硬枫木製作的，對。然後這個作品是由大家一起完成的。
那你负责的是哪一个部分？我是负责里面拼板。拼板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吗？这个地方。拼接板子。拼接板。有时候板子不够宽然后我们要用2块把它拼成一个块。所以其实他们在做木工的话，都是分工合作的，并不是说有一个作品，特定一个作品是特定某一个学生做的。绝大部分都是用大家的专长，因为每个人他比较擅长操作什么设备对，不一样，所以大家用合力来完成每一件作品比较有意义。对，包含那个角啊，我们跟这些几个孩子一起去锯切之后，加工抽成圆棒。然后再定长度啊，对，再研磨画线，可能有女同学他们就开始去画线，甚至钻孔，然后慢慢这样分，每个人都参与这个制作的过程。没错，说到这个女生的部分呢，也要请佩莲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感觉起来做木工是一个很出众的工作。那对女生来讲，你觉得女生做木工有什么比较细腻的地方是女生可以胜任的？女生画线跟钻孔可以做啊。做得很好，画线跟钻孔的部分。我们今年这几个小女生都非常的厉害，对于那个视图能力相当的强。对，佩莲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把工作交给他们的时候，他很快就能够看得懂图里面的结构，里面的尺寸，然后在头脑里面转一圈之后，他就知道能力很好，要怎么样去把要切割掉的、要钻的孔。它就很快的都能够加工完成，那个算是比较在整个家具里面算比较高端一点的、精密一点的工作，对不对？那像这个雕花的指正，佩莲是不是也有负责制作？我们一开始都有女生都是负责雕这个，雕刻它。对，所以这个你也有负责刻，那你可以示范一下，如果在展场你会怎么介绍它吗？这都是我们女生用一刀一刀去雕出来，越雕越深这样。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刻的那个纹路啊，那个其实是一刀一刀下去刻的，对不对？对，并不是说一个模子下去就好了。没有，它都是一刀一刀。这些我们现场看到的东西都是手工做的，对，都是经过他们的手，小朋友跟老师的手。全部自己这样子做出来的，而且其实单枪先从亚德，都非常红，在展览的会场上有非常多大型的家具，今天没有办法带来，摄影棚太小了摆不下，所以可以请先请一拳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有一些大型的作品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比如说这个是，这是一个它可以活动的层架，活动的层架。它看起来是一个书架，它可以怎么样的活动呢？它这个板子是架上去，这个层架，这是类似一个屏风的，所以它可以收起来，对，然后它就打开，把板子架上去，哇，然后如果不要用的话，收起来，这样子很省空间，哇，所以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小朋友他们分工合作做出来的。然后制图发想这个创意点子部分，可能就是老师这边来帮他们想 idea 要做出什么东西，对不对？那像这个是书架的部分，那佩莲是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些大型的作品？这是穿衣镜那个边边那个一颗一颗的是什么？这是灯泡啊，好漂亮哦！老师用复古风的灯泡，就是显现。就是那灯泡没有很亮，微微的，可是让你会有感觉是明星在后台化妆什么的。所以应该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这个镜子，对不对？因为很漂亮，然后在展场里面那个穿衣镜其实也非常的出色。我们在制作的时候，这个算是在制作比较后期的，那有的时候我们就加班加到晚上，我就把灯打开来，亮亮的，你就看到几个女生在一定会忍不住。那好像是与生俱来的，她就会在那边这样子，然后到忘我的境界，好可爱哦！故事很宽啊，要的作品。
不单只是它做的非常完整、非常美丽，而且其实连小朋友本身，他们都对这些作品有满满的感觉、满满的感动、满满的成就感。我同各位天使机条前呢，向亲朋友分享，鼓手啊，7月2号开始，也已经开始，到7月10号，大家就做得去到华山文创园区，华山文创园区有点走音，去给片观赏、欣赏家的韩国孙赛本家的有很多个赞，好不好？他们真的超棒的。好，而且休息一下，等下再个再来同大家分享家的故事。分享大家又转到富喜来嘅节目现场，家下人看到嘅样片就係用中國種木工班嘅的正經啲嘅做些啲嘅工作啲嘅學習嘅過程吼。阿權每拜二嘅時節去展覽飛蟲，現場看到嘅情形就係。當到人非常多的遊客行到底部，參觀者行到底部嘅的嘅感想就係。哇，好漂亮哦！哇，好精致哦！老師，這真的是國中生做出來的嗎？確實是國中生做出來的，真的就是一個做好決定要來這邊學習1年，願意放棄很多休息玩樂的時間的孩子做出來的。對，所以他們做出了這麼多的作品，全部都是他們沒日沒夜花很多心思。剛剛影片有看到，就是白天跟晚上的場景都有，都做得很辛苦。那除了學生之外的作品，其實也有老師的作品，對不對？有啊，我有幾件作品啦，真的是很驚人。我們這種比較復古的哈。對，這個是這個旁邊有像喇叭的東西，那是一個電唱機，就是我們那個小時候的熟悉的一個唱機啊。那這個唱機呢，有4個斜斜的角，好像有點像北歐的那種風格。那中間有擴大機，有 CD play。那另外上面這個就是我們知道的黑膠唱片。哇塞，那個 feel 哦，其實就是放出來的時候就看那個黑膠在那邊轉啊轉哦，那個感覺就令人家很愉悅。怎麼樣？佩蓮，你說什麼？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感受那個年，你說說看下佩蓮怎麼樣？他一定覺得我又在幻想，想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不是我年代的，是不是？對對，但是古早的東西就是有它的另外一種味道，另外一種風格。然後旁邊那個燈，旁邊那個燈一樣是用舊的那種鐵座，可能是旗杆啊，可能做別的。旗杆，那種旗杆，我看到了，選舉常常看到的。以前的材質做得非常好，是鑄鐵的。那這邊要加個鐵管，然後做個用木頭做燈。
那可以自由的调高调低，对，360度这样子。好多巧思。对，那另外的话，像这个就是用回收的那种家具的铁管的底座，然后再加上木头，再把它重新组合之后，再让这个家具赋予它新的生命。对。那因为我们这种比较老派的哈，然后可能也喜欢去在这个地方做，好像在玩耍一样，在里面做重新的组合。对，利用组合跟利用，有做出一个可能是说独一无二、比较少看到、不异于一般的家具这样。对。那另外一张就是有那个我们这个电视机荧光幕前面的朋友茶几看，就我们那个年代就会了解它的茶几的前身是什么。其实是一个那个年代60、70年代太空年代的一个像火箭炮的电风扇。哈，它是电扇的对底座，那上面已经坏掉了，那我们就利用它的脚架，然后再加一个玻璃的桌板，那另外再加一个那个年代的手勾的那个桌巾，放起来这样子。对，那就是那种。马上的就让那个时空回到60、70年代，有种旧时代跟新时代时空交错的感觉。可是我们在这样讲，他们很难理解。突然间很安静，有没有凝结的状态？就可以看得出，如果看得懂，就知道我们彼此的年纪是很相近的。对啊，古色雅的作品啊，非常优秀又精美的作品，在现场其实是有展售的，而且其实很多都卖出去了。对，那这些展售卖出去的这些钱啊，回收之后，老师都是一样给木工班运用吗？还是有其他的运用？我们大概有分两三个比例这样。第一个就是我们会把一部分的钱，就是回到木工班，作为明年要采购材料。对，明年要带好多的孩子上来。木材都很好。对，而且每年不断的在调涨价格。那买材料是一个主轴啦。对。那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要拿来再回捐赠到那个社福单位。那我们刚刚讲幸福与感恩嘛，那这些孩子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木工班，做那么多的家具，能够来台北跟那么多的民众分享他们1年来努力的成果，这个背后其实是有一群默默在后面帮助的志工朋友，所以会跟孩子们讲，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还是要回过头来再去帮助可能跟我们一样，或者是比我们更弱势的团体，或是孩子，所以我们会把一定比例的经费再回捐赠到社福单位。那另外也会把一部分的家具再捐给社福单位，给他们需要的单位，让他们去运用，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其实，在去看展览，还有包括今天的访谈，我在查询资料的过程，我知道其实老师跟木工班整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艰困的事情，跟很辛苦的过程。你看，在花莲玉里这个地方，在学校里面要有一个木工班，木工班刚刚我们在影片看到那些材料、那些机器，其实都是不是很便宜，不是很容易可以得到、可以取得的，所以中间的过程中一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一直到现在。然后老师还说，收益一部分还要再感恩，还要再付出。是我们从木工班刚成立的第2年就已经发现那个财源不足，没有办法再买足够的材料让接下来的孩子去运用。那这段艰苦的过程历经了几年这样。那其实我也跟孩子讲，这个贫困的这个岁月里面，其实我们贫穷是最好的老师啦。就是在我们在艰困的时候，才懂得怎么去珍惜材料，才懂得怎么去运用那些可能一般日常要被我们丢弃的东西，或是已经被别人丢弃的，我们还可以给它拿来重新赋予它另外的功能。对。那在这个可是也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去做回收啊或者什么。那一段期间真的很艰困，然后一直到完全经营不下去，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敢跟孩子讲，因为我说过孩子是做好决定才愿意要来，然后他也想要在这边得到一些自信，得到一些成就感。那这种事情怎么敢给孩子知道这样？那个时候就但是没有材料是个事实啊。
那我们就很感谢，就是在我们最危难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接到一通来自台北一个华航的很资深的空姐，她打电话来，她愿意要帮助这些孩子，她愿意在这些孩子最艰难的时候对他们伸出援手，然后接着就有好多跟他的同事还有亲友，或者他们再去找的更多的人一起下来帮助这些孩子，然后接着才有这些孩子才有能力带上来台北。让孩子能够看到真实的世界，开拓他们的视野，跟台北的世界接触，对不对？甚至做了展览，所以一点一滴回溯之后，我都感到非常的感恩。然后除了自己感恩之后，我也希望这些孩子，即使现在的孩子在目前还不缺材料的情况下，你仍然要了解我们曾经是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对，你们的学长姐可能历经那些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挺过来的？然后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够懂得珍惜，懂得感恩这样。所以其实这一次的展览啊，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他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感恩跟回馈。那如果各位天使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假使你想要尽一点点微薄的心力，其实还是可以帮助学校的木工班的，对不对？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用一种方式，就是捐款到学校，那在汇款的汇款单上面注明要给木工班专用，那我们会收到那样的善款之后，接着就会寄收据回去给捐款的民众，那这样子的费用之后就会在木工班里面做运用，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有材料可以用，让更多的孩子能够在隔年能够一起上来台北参观，没错，来看看开拓自己的视野。真的，其实小朋友可能头摆啊，去学校的时间、上课的时间，全部就是都没精神、没气氛上课。不过，加到去到木工班之后，却有满满的自信，获得满满的自信，是他们之前在学业上可能获得不到的，但是在这里却可以得到另外的成就感。鼓手啊，各位乡亲朋友，真经弘扬大家多多支持，然后多多给这些小朋友一些赞美。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讲其他的故事。好，欢迎大家真到福喜来嘅节目现场，我係综艺群阿群妹。今日嘅节目地度同大家來設計係7月2號到7月10號，喺安利華山文創園區，有一隻裕東卡本特喺安利花蓮嘅玉東國中舉到木工班的展覽。剛剛有談嘅當到舉到嘅故事，阿群妹懂感同，覺得非常非常的令人讚嘆他們的精神。但是呢，小朋友。哈聽決心，去到木工班，其實我覺得不是一個這麼容易做的決定，因為小朋友本來可以有很多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這一群小朋友，你們卻決定了要進去木工班，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當初願意進去木工班嗎？奕全，我覺得我們在樓上都沒有在讀書啊，因為在樓上上課嘛，就覺得很無聊啊，就在睡覺這樣子。所以我們就到木工班學習啊，就決定要換一個場合去學習。那到了木工班之後，像是佩蓮，你有覺得在木工班學習有什麼不一樣的感覺嗎？跟之前在教室裡面學習的方式？可以自己動手去做，然後而且比較容易理解他是為什麼要這樣。对，那有没有获得不一样的成就感？在哪一方面让你们获得成就感？就是把零件都组装成一个家具的那时候。对，而且这些家具都是大家一起完成的，对不对？团队的精神，跟彼此的那种革命的情感，可以让这个作品更加珍贵，然后让大家的精神都在里面，所以他们都非常非常对自己的作品有非常多的热情。那其实呢，在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给欣赏的精神、老师的精神吼。其送给一扎设定录给本给那个今年要上大学的学生，也是2位的学长姐嘛，对不对？这个小礼物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哦，这个东西我叫它坚持嘛，就是煎东西的汤匙，坚持。它这个材料原本就是我们在加工的废料，一个废料。那其实我们在工厂，很多孩子都看到我，然后都会去把那些短料都捡起来，用箱子装着。对，其实那个源自于当时那种物资缺乏，这样。其实我们很舍不得把任何一个东西材料丢掉，让它去回收。在可以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会拿回来做运用。即使这个被切掉薄薄扁扁的，也不太能够做别的用途。那我就在那边东看西看，它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运用？那就把它拿来磨成，其实只是把它磨平而已。把它有锯子的痕迹粗糙的把它去掉。对，它就是自然的一个可以煎东西的一个坚持。所以它就是成为可以让你坚持的坚持。对，那就是今年我就把，因为我们木工班这个比较有意义的是3年前，我们来华山展览的这一批的学长姐，对，今年就高中毕业了，哇，那他们即将要进入新的学校，要读大学了。那我期待就是每人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坚持，希望他们能够有大大的坚持，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对，要坚持把事情做好，然后能够不要麻烦到别人的事情，就不要麻烦别人。那我还是喜欢唠叨他们啦，就是这个不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就不要这样子去对待别人。对，那绝对不要给你的学校添麻烦。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把这个东西送给那个大学长。那至于他们国中升高中的部分的话，还在老师的魔掌之下，还在管控当中。所以我会教他们怎么坚持，所以就没有送他们。所以啊，2位小朋友在老师的魔掌之下，一定有很多很辛苦，但是有很多很快乐、很有成就感的事情。那也看得出来，老师对你们有满满的期许。那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老师说？佩莲先讲。对啊，谢谢老师从国一进来的时候就对我们很好，即便不是木工班的学生，他也是一直跟着我们说要做人要怎么样，然后哪些事要小心要注意这样。那一拳呢？虽然我们常常做错事，但是老师都一再的原谅我们了。就是会再给我们机会这样子。对，我觉得老师你带出来的小孩都不会吝啬说爱，很感动，真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在学校遇到了一些困难，那后来老师你给他们爱，给他们关怀，让他们找到另外一个出口，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成就感。那小朋友现在其实也升高中了，对不对？对，现在进入哪一间高中？玉里高中。玉里高中。那其实老师小朋友在升学上面，尤其是在偏乡的小朋友，在升学上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那大概是什么样的样子？可以把这个困境跟这个可能会遇到的困难跟观众朋友分享吗？对于这些偏乡的孩子，可能他们前面的学业比较没有像一般地区的孩子那么突出。那这些我们讲的是一个学习的那种机会。其实那个机会其实是相当的不均等，很差异很悬殊，这些孩子能够选择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那我们这些孩子好不容易他才燃起要学习的这种想法，有努力的目标，那可能因为他们的学业成绩、他们的会考成绩不足，他们就没有能力去选择他们想要读的，即使只是一个职业学校。所以这一点让当老师的人感到非常的难过，感到很心痛。然后可是再怎么难过跟心痛其实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现在面对的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也感谢玉里高中，他愿意开这个原住民专班，让这一群曾经学木工还想继续学习的孩子先到那个地方去。那也就请我继续当他们的老师。所以在上木工课的时候，一样回来学校，由我继续再教他们，然后让他们这样的学习不要中断，对，也让学长姐有一个机会做传承，也让这些学长姐这一整年来的学习经验，可以直接的跟学弟妹
可以影响学弟妹，让学弟妹看到他们的精神跟态度。对，所以老师，我听欣赏讲的歌唱当中，他把困难说得很淡。但其实我觉得这些挫折有时候不是小小的力量可以改变的。老师，你有没有觉得有哪一些想法，可能可以多让观众朋友知道，让大家心里面有这个念头，所以让大家心里面有这个概念，让偏乡的资源可以再有机会更多一点？其实我一直希望，在教育面上面能够宽松一点，能够提早让那些孩子能够做分流，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都能念书，也都能把书念好，也对读书有兴趣。那有些孩子他真的很适合去操作，他有他的想法，他甚至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他未来的兴趣是什么。如果我们的教育再宽一点，能够引导那些孩子去做最有效的学习，我相信，即便他喜欢种玫瑰花，他喜欢去养殖，去种3年养3年，我不相信他养不出一点点的名堂。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在他黄金的学习时期，在这个地方用发呆跟睡觉度过这3年，我觉得对我们国家对这一群未来的主人翁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折损。对，我也希望说，在社会上。有很多的父母亲也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到、面临到这个问题，引导孩子走向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好好的做，把事情做好，做对。所以阿群每礼拜一就看到一台群呢，做7个错的事情，做对的事情，而且是做他们开心的事情，把他们的开心跟感恩跟大家分享。那我现在就要来问问看喽，问看佩莲跟一全，你们2个来台北好几天了，对不对？那有没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情，还是说有去哪里玩？我们去逛夜市啊。逛夜市，去逛哪一个夜市？西门町还有士林。士林夜市，这是你们第一次来吗？还是说之前就有去过？之前有去过，但是很难得可以去，对不对？那一全呢？遇到好玩的，就是介绍自己的作品，觉得很有成就感。哇，老师有没有感动？还是这是现在的官方说法？没有啊，他很真诚，真的，他们都非常非常真诚的跟所有的参观展览的朋友们送给佢哋的作品。鼓手各位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知道，不管你是对家具有兴趣，还是对小朋友的故事有兴趣，我都非常非常的推荐大家，都7月10号以前去到这个华山文创中心，看看他们的展览，看看他们的作品，跟他们说说话，给他们多一点鼓励。所以今天谢谢嘉娜老师，谢谢一全，谢谢佩莲，谢谢你们来到 Annie 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按岛的故事，按岛的心得。好，各位乡亲朋友，今晚的节目就到呀。等下好休息一下，停运通欣赏来好好做运通。